啊，人有当壁挂，有当画图，活身体啊，活动安尼，安尼好啦。什么都会教，一起跳舞啊。是。来你教运动啦，哦，脚手拢运动拢有来办活动去吼。特别在这一块拼图，让我们来完成。我觉得我们非常开心。麦子的团队，我想能够在这个工作上面做得尽心尽力。这个据点原来是在我们的关庙老人康中心。那关庙老人康中心过去是以社区活动中心的方式在使用，那也把它提升改善整个空间的改善之后，也可以提供我们老人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据点长辈来到这边有饭吃，有电视可以看有时候又可以把自己的衣服还有清洁的工作都可以在这边完成。这边有专业的人力来做照顾。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随着人口逐渐老化，长照日照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台南市政府对区区有日照的目标不遗余力。截至去年底，全台南已有63家日照中心居全台之冠。而区区有日照的最后一块拼图关庙站也拼凑完成，落实日照社区化，对长者的照顾更完善。由财团法人一粒麦子社福基金会所承办的关庙日照中心为关庙第一家，民众能在白天将家中长者送到中心，由专业人员的照顾，减低家庭压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的日照中心也完成了区区有日照的最后一块拼图，非常感谢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他们能够成全这个好事。面临人口结构慢慢老化，那很多日照长照的需求越来越多。那么在日照的部分，因为大多数的时间是因为他们跟家人一起住，家人需要上班需要工作所以说在白天的时间能够来日照中心，能够让他们这些年长的市民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得到照顾，而且跟其他的年长者在一起，我觉得既有伴又不会无聊，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起步，因为区区有日照，但是日照的这个容纳量以及对于这个照顾的人数，我们还是需要有其他的部分来做，包括供餐，包括日照包括长照，还有包括许许多多的，甚至包括富康巴士等等，再提供给年长的资深的市民朋友们有更多元的服务。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目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为庆祝县市合并升格10周年，由台南市议会甲台南市政府共同主办10年有成台南共好的系列活动。头一场百花齐放的展览，上午由市长黄伟哲甲台南市议长郭信良以及多位议员共同主持节目。对今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拢有精彩的系列活动。升格10周年，我们台南市议会、台南市政府就一起来办理这个升格10周年的活动。那今天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晚上就是千灯齐亮所以说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夜景。不仅是有花灯，还有很多这个光影这个投射都非常漂亮，看起来刚那个花的上面都有那个灯那所以我想说，这见证了事实上台南市合并这10周年来，许多市政建设都跟在议会一起抚慰其心努力的情况下，市政建设都有很大的迈进。除了百花齐放要打头阵以外，那23日起呢，台南市议会将有议员历届政务长油画展及合并10周年的纪念回顾展。那这个画展呢，是特别的请了我们的画家呢严胜发特别给拜托可以来为让大家我们共同来期待。24日晚上呢，在我们的议会的广场，我们和市长共同呢，还有所有人来启灯
包括我们基督教的平安夜的点灯祈福。26号呢，我们在西赖亚广场有一场杯全国学生仪队的这个竞赛明年元月呢1号到3号，我们西赖亚广场还有气垫嘉年华，将整个的气氛呢炒到最高潮。议长郭信良表示，台南市四季如春，就算寒天嘛会看到各种的花蕊。这届百花齐放的展览，总共展出将近几百种的花卉，大约3万丛的花草。除了日式赏花，暗时阁有花灯，希望借此会用带予民众迎接新年的欢乐气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虽然是落到最后一个公布31号跨年演唱会有啥物艺人的城市，不过18号一早，市长表示，包括超人气的南韩少女时代小渊、金曲歌王张震岳、歌后魏如萱以及炎亚纶、毕书尽等知名歌手拢将应邀演唱，而且不是只唱一首，而是30分钟的完整演出。其中小渊要来台南，竟是家己乖乖居家检疫14天。他没有所谓的外交泡泡，也没有所谓的艺文泡泡，他就非常规规矩矩的来台湾，然后做了14天的这个检疫，然后呢才会在舞台上跟各位见面。所以请各位放心，但是我们要别人防疫，我们自己的防疫工作也要做好。市府今年扩大办理圣诞跨年，不但整体场次数量，包括邀请艺人的总数嘛是全国第一。希望用无同的音乐表演形式来满足无同的年龄层。记者会中嘛以加油棒热情邀请民众拢来台南跨年，而且提醒爱记得挂嘴安。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根据行政院统计，台湾新移民的人口已经有55万人。甲原住民的人口相当的接近，为了让想要进一步学习专业技能的新住民朋友，会使有丰富专业的选择。嘉南药理大学伫台湾产学研合作发展促进会理事长黄伟能博士的牵线之下，18号正式成立台湾新住民国际人才培育甲产学合作平台。最主要，现在台湾地区的新住民大概也55万人了。实际上跟台湾地区原住民的人数其实差不多。那这一个区块实际上，因为新住民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有很优秀的第二代，那也有一些因为婚姻移民嘛哈，所以有一些比较弱势。那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培育这一些的新住民的二代，所以我们成立了台湾新住民国际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平台，可以把新住民的一些朋友哦，他的一些甚至有些朋友很优秀嘛哈，他的一些能力能量。然后一起进入到这平台来协助培育二代的原住民。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平台能够有一些产学合作，把我们家要优良的一些像食品啊、像装品啊、像药理这个区块做一些训练，然后培育算培育他们的技能。然后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平台，然后能够扩展。我们甚至希望能够跟中央争取资源，在这个区块里面把这个新住民二代的培育的技能更加精进这是我们成立平台的目的。除了培育人才以外，学校也将要甲侪新住民协会来合作，同时也要针对因国家特有的食物制作来有系统的规划，希望做出 SOP， 互想要投入这个产业的民众会使更加轻松。想要了解相关资讯的新住民朋友，嘛会使到嘉南药理大学的网站来查询。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原本中庭只是现地的空间，不过为了结合台南护专化妆品应用科甲舞蹈性社团有学习电影的舞台，伫各部的补助改造，现在270度拢当看到表演的设计，上午正式真彩启用，场面热烈。那黄校长真的很用心啦，在校地的局限之下，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每一个空间，然后给师生最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真的很棒。那教育部当然一定会支持学校，只要学生的学习有需要，我想这样的一个经费，我们一定会持续的来协助学校。在这个地方，即便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个教育部支持之下呢，也可以在最小的空间里面达到最好的应用。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真是一个很开阔的空间，它可以有无限的那个可以使用，那也全面的提升我们在学校的教学空间上面。全新设计完工启用的第一天嘛，拄好是该校化妆品应用科的毕业成果展，学生伫舞台顶发挥家己所学的，充分展现五专、二专妆品科的实力。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
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扉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随着肺炎疫情伫世界上流行，连带影响到人甲人之间的交流。好佳在台湾的防疫工作做了好，民众的生活则无受到太大损害，只是活动变得较少举办。因此，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17日伫台南精英酒店办理欢乐圣诞趴，希望造福协会成员以及嘉宾好朋友有一个欢乐的暗暝。我们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到现在已经成立第7年了，也特别在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很少出来，所以特别办了这么一个欢乐圣诞趴。这次呢，特别有我们漂亮的理监事们来看一下，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唐老师呢，来为我们这次的圣诞趴特别指导安排了一支圣诞铃声很特别的舞，他们也很辛苦不过才练了6次而已待会儿就要上台了真的是勇气可嘉了欢乐圣诞趴协会嘛邀请到前台南市副市长颜春祖、中华日报社长庄耀华、乡土青三冠农协理陈建春以及真侪各行各业精英前辈到场同乐，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难忘的圣诞回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小东里自107年起，甲高雄营总台南分院社区健康中心合作，成立银发乐活课程，为社区长辈打造适合因运动、保健、益智、美术等等的课程，让长辈在趣味当中学习，延缓老化，预防失智，得到社区民众大大好评。参加这个课程感觉怎么样？很好。怎么说？给我们快乐，让大家住在一起。会很快乐。这个课程给我们老人家可以说最棒。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地方好跟结交朋友啦，还有学习一点新的课程啦。高雄荣民总医院台南分院帮我们设计已经进入第3年了。那长辈们非常喜欢来这边上课，因为荣民院他们设计的高龄医学的这个社区的课程非常的棒，它里面包含了桌游、体能训练以及健康知识，都是深受长辈们喜爱。所以大家每个礼拜5下午2点到4点都很高兴来小东的活动中心这边来上课，让我们长辈能够在不管是我们营养方面，或者是我们的认知功能，或者是我们的肌力啊、体力啊等等的都能够全方位的一起朝向健康迈进。那小东里呢，也是我们经营社区呢第3年的一个社区，是我们看到一个就是非常团结，然后里长也非常认真经营的一个社区。那相信在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呢，在这边跟长辈一起迈向健康。小东里除了有适合长辈的乐活课程，另外也有适合少年人的英语课，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太极运动。课程相当的多元。小东里长黄冠中表示，欢迎对着课程有兴趣的里民踊跃向伊报名。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茶和咖啡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骨质吸收或流失？虽然外界众说纷纭，不过安南医院骨科医师方启荣引用国外的医学杂志大数据分析，有喝茶习惯的民众在骨质的表现上不但没有变差，反而更好。在目前网络上可以找到的资料，在学术的研究里面，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一个医学的杂志，国外的医学杂志，喝茶到底会不会造成骨质疏松？那他们用大数据分析下来，去比对之后，发现其实
有喝茶的群组跟没有喝茶的群组，在骨质密度的上面来说，反而没有更差，而且还更好。那所以也因此是说，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说，如果茶这件事情呢，它不会造成骨质疏松，甚至呢有预防骨质疏松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喝茶就不会造成骨质疏松，或是越喝茶骨质疏松越好。那告诉我们的是说，喝茶并不会造成骨质疏松。至于咖啡的量到底一天能喝多少，台南市立医院家医科许维云医师表示，根据美国的标准，咖啡因每日的建议摄取量，成人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原则上呢，要注意，一般成人每天不要摄取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如果是孕妇或者是哺乳的妈妈，则建议一天不要超过200毫克。青少年一天不要超过100毫克，而12岁以下的儿童则建议不要摄取。一般市面上呢所卖的咖啡，大概一杯小杯的话是240 CC 左右，那其中含的咖啡因含量大概是将近100毫克。如果是中杯的话，大概有150毫克，大杯就有200毫克了。所以呢，如果是喝大杯咖啡的人，建议就是如果你喝到第2杯的话，就要小心，有可能会过量。骨科医师方启荣强调，如果民众担心钙质流失，不妨在茶或者咖啡里加牛奶。至于民众常用的大骨汤补钙，医师表示，对食补不用太担心，因为台湾目前很少营养不良，钙质的补充都算正常。正确的方法应该要多晒太阳，因为晒太阳才能补充维他命 D 的合成，帮助钙质的吸收。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原班人马多了奖状还奖牌。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每年都会评选推荐给国人优质的儿少节目，名单中常见到公共电视、客家电视台等公共媒体所制播的节目。相较之下，也观察到商业电视台的儿少节目数量比较缺乏。因为儿童不是主力的消费族群，所以不是广告商最喜欢投资的哈。那而且儿童也被认为应该要被保护，而不受广告的影响。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儿童节目的制作对于大部分的业者来讲都是是不敷成本的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商业的这个电视台里面，儿童节目是非常稀缺的哈。那公共电视因为它有这个被赋予这样子公共服务的责任，所以它就必须常年的来制作这个文类的节目，那也很好的成果。那但是依照法规来讲的话，商业电视台也应该要制作这一类的节目哈，但是大家不是很有兴趣，也不是很愿意投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更需要鼓励。在节目制作深受广告主投放预算的现实影响下，常担任儿少节目颁奖人的媒观董事邱嘉怡说，仍看到有媒体与制作单位愿意投入儿少节目的制作，相当难能可贵。现在的儿童，你要知道他们都非常的阅历，非常的广博，对不对？他什么都看得到，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有兴趣，而且要有那个内涵要有这个教育性，要有这个知识性，又要引导性，要有启发性，那就非常困难了哈。那你在节目的形式上，要在节目的内容上，要怎么去结合得很好？那我想这几年得奖的节目都是非常的厉害哈。那在形式上跟在内容上都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有的用动画有的用实境节目然后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那我都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希望大家继续加油。除了期待媒体界增加儿少节目的制作，针对儿少常接触到的新闻环境，邱嘉怡也呼吁媒体能避免暴力等负面内容，保护儿少的身心发展。在国外早就很多人做过研究，说你电视里面太多暴力的内容的时候那其实对儿少会有一个含化性的不良的影响这个是媒体的含化理论。那还有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就是说新闻会造成模仿效应，所以当我们新闻里面出现这一类的容易去搅扰他们的感受或是情绪的这种内容的时候，那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说儿少的观众他们的承受力，或者是说他们被搅扰的程度可能是
高于这个成年的观众了哈。所以为什么在电视的这个规管上，我们要去注意儿少的保护的这个问题哈。无论是节目或新闻内容，对儿少的身心发展都具有深刻长远的影响，需要媒体界一起努力来健全儿少的传播环境。第20届的国人自制优质儿少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也将在1月9号隆重登场。媒观董事邱嘉怡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支持儿少五星奖活动。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市长王伟条甲教育局长陈升辉14号上午发生小学生加入7个国小甲树林国小的跨校合作创新课程当中。这个跨校合作是教育局针对偏远地区的学校所推出的，规划2间距离较近的学校，安排老师的合作，甲学生共同上课。目前71000间学校分做5组，市府希望透过安尼的课程，提升偏远地区小朋友的学习品质，同时也让因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教学资源能够经过整合会更好？那我们都透过学校之间，如果距离不会太远，车程在10分钟以内的学校，我们就可以整合在一起，让像我背后我们的七股国小跟树林国小这样子，他们整个2个班级一起合并上课，上这个英文课，还有上这个数学课，让他们有机会跟其他的学校的同学互动，而不只是全班3个、5个、7个、8个这样的同学。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学习会更正常、更有效率。那师资的部分，我们师资并没有因为合并上课而减少，所以反而是1+1大于2，不只是等于2。所以2个学校的班级的老师合在一起，能够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这个指导。那加上科任老师的话，那就一个班级就可能有3个至4个这个老师。我相信这个学习效率绝对比一般的大校的学生还要更好。那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能够开启教学资源整合，尤其在偏乡提早实施双语教育的话，那这样的话，那学校会更有诱因。我期待同学经过这样的学习，他们的学习效率提升，也会让他们的学习成果倍增。那希望这个部分偏乡学校的这个跨校的资源整合是强强联手，能够提供学生更好的教学资源。这个创新学习的计划，市长强调未来会持续扩大来举办。同时，相关的经费，市府也会全力来支持。我们学校我们台南市总共108所100人以下的学校，108所。那目前为止，第一批我们这个集合了10所学校，总共5组，以每组2所学校的结合，所以大概有第一批的实验计划，大概有10所学校。我相信这个学校很感谢这个计划，很感谢学校校长的支持，能够让家长也很支持，因为让他们的学生跟其他的学校的学生透过一个正常的一个互动能够让教学资源增加。这点我们相信也期待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经费我们绝对全力支持因为我刚刚提到师资资源不打折，那教学资源还会更多，所以说我们觉得经费上应该会全力支持，包括2校往返的交通费也是我们全力支持的。教育局长陈升辉表示，这个计划未来除了持续扩大参与的学校，也希望会使调向行政的方面来合作，让偏远地区的学校有更加好的教学品质。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